这个女人刚滑下滑梯，怎料滑梯就发生了断裂。当她发现时，已然来不及了，眼看就要掉下滑梯，潇湘玉锁，她连忙用手死死撑住两边，以此来减少滑下去的速度。可是滑梯太过光滑，加上水流导致阻力减少，很快她就撑不住了。然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她的半个身子都已经悬空，在这危险时刻，她居然可以扒住边缘掉在空中。而她的大声呼救也让她的同伴注意到了她，于是也坐上了滑梯前去营救。这一操作给我也整不懂了。而女人也已经悬空半天，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。这惊人的臂力和有阻力的水上滑梯，让懵逼的我一脸懵逼。而她的尖叫声也引来了另一个男人的注意，他抛下女伴就前来救援，不顾危险的从铁架爬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同伴也滑了过来，而且他居然做到了控制速度。女人坚持了这么久，居然还能坚持。就在不知道她是否还能坚持住的时候，两人也是终于赶到，连忙伸手将女人牢牢抓住。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力，两人竟在滑梯上将女孩稳稳地拉了上来，女孩这才逃过一劫。有没有学习好的告诉我，这真的可以做到吗？